到呢一節嘅最後一首歌啦。唔知點解呢一排咧就都幾中意呢一首歌啊！因為嗱坦白地講啦，咁啊，我相信每一個歌手咧，對於自己嘅歌咧，都應該有 preference 嘅，即係應該都會我比較中意自己呢首歌，比較中意呢首歌。咁坦白地講咧，我以前咧係唔係以前嘅，即係可能我出咗即係去到2026年嘅時候咧，有兩首歌咧，其實我自己本身係特別中意嘅。但係呢一排咧，我唔知點解真係好中意呢首歌，因為我覺得呢一首歌咧係無論喺大家我或者你哋唔開心嘅時候聽，或者開心嘅時候聽，都係一種好有力量嘅歌。即係譬如好似免費升級咁樣咧，免費升級咧係我覺得係好啱大家好開心嘅時候聽。即係好似即係大家越開心咧就嚟啊衝啦，有機會啦咁樣嗰啲啊。咁但係呢一首歌咧係唔開心又可以聽，開心嘅時候都可以聽。咁我呢排就都比較多，亦都作為呢一節嘅完結。咁希望大家喺呢一節完咗之後，中間有個 break 咧就嗌下啲甜品啊、嘢飲啊，係啦，因為有呢個咁好嘅地方，就好似一個三角度。你閉上眼睛，靜靜沒作聲，情緒很不穩定，但我不會逼你講你處境，只充當你過境，凍月在那邊，靈魂難停定，隨時去閃躲好避靜，你雨裏偷偷夠才反應，有需要時就回頭確認，留下來我在等，始終不知所措不要緊，請緊記上有人，呼叫上有人，出口處給你一盞油燈，寒夜來更着緊，早擺着利用衫褲鞋襪，當水過沒有痕，傷痛漸成趣聞，想找我一起逃離夜暗，仍可指引。你說你要哭，就慢慢轉入，重新修補側身，必要感到虧欠，所以變更打擾這我貼合。事實是我想誠意投入，成為你身邊的護蔭，我想要陪於旅途的你，仍看未來在自由呼吸，留下來我在等，始終不知所措不要緊，請緊記上有人，呼叫上有人，出口處給你一盞油燈，寒夜來更着緊，早擺着備用衫褲鞋襪，當水過沒有痕，傷痛漸成趣聞，想找我一起逃離夜暗，能亂入心。我走不遠亦不靠近，無限期繼續等，至少這樣不會遺憾。一天你掉過頭，知道面前有人，這隱蔽的深處成就了。
you 呢一首係在山洞外等你咁啊！呢個時間大家就快啲嗌多啲嘢飲啊！尤其是可能食完呢個正餐，又嚟到呢個甜品。今日我想問有冇啲咩 special menu 啊？有嘅，新 menu 啊，直頭係。有啲咩特別可唔可以俾我睇下？你最中意食嘅北京烤鴨 pizza 邊個？哦，有，哦冇，有北京，哦有北京烤鴨 pizza。為我而設，咁大單 ，OK， 多謝你哋。咁啊，亦都有呢個，好，大家自己睇啦。咁有啲甜品啦，係啦，大家就快啲嗌啦。咁啊，轉頭再同大家唱歌 ，thank you。可以啊，好有